一起經過，一起經過。呢個禮拜嘅讀經係羅馬書嘅第16章。今日靈修分享係第16章嘅1至到5節上半節。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菲比，她是堅格呢教會中的女執事，請你們為主接待她，合乎聖徒的體統。她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，你們就幫助她，因她素來幫助許多人，也幫助了我。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，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，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謝他們，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，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。嗱，從菲比呢個名字睇上嚟呢，大概唔係一個猶太人，係一個希臘嘅女子。好可能呢，佢就係帶住呢一封羅馬書去到羅馬教會去。姊妹就係對女信徒一般嘅稱呼，而女執事呢，似乎就係當時教會當中專門去照顧婦女事工嘅人。嗱，菲比就喺新約當中唯一提及到嘅女執事。保羅喺呢度稱讚菲比呢係一位樂於助人嘅信徒領袖。佢時時好慷慨咁樣去援助有需要嘅信徒，充分嘅表現出佢嘅愛心。保羅喺呢度介紹菲比，並且請收信嘅人呢睇佢為真信徒，以合乎聖徒嘅體統嚟到接待佢。佢更加進一步要求信徒盡量嘅去幫助佢。嗱，其實菲比係堅格里教會嘅女執事，呢個喺當時嘅社會呢，其實係非常唔容易嘅，因為當時係重男輕女。保羅能夠咁樣極力去推薦一個姊妹出嚟去服侍神，可見佢對姊妹嘅侍奉有正面嘅態度。如果我哋再仔細啲去睇羅馬書第16章嘅話呢，就會發現佢列出一連串嘅同工名單當中呢，好多都係姊妹，並且都有好評添。保羅喺結束羅馬書嘅時候呢，有一連串又長又甜美嘅問安嘅話，其中佢一開始呢，就提到亞居拉呢對夫婦啊，佢話，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，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，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謝他們，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。嗱，可見呢對夫婦咧喺保羅嘅心目中佔有何等嘅地位。佢哋唔單止係保羅嘅同工，並且為着保羅嘅性命咧，係能夠將自己嘅頸項置之度外。置之度外，原文嘅意思係置於下面啦。喺當時咧就用於某個人係為咗自由，將佢嘅頸項置於行刑者嘅斧下或者刀下，亦都係我哋而家所講嘅刎頸之交。因此佢就係為朋友係將佢嘅頸項置之度外啦。當初保羅去到哥林多城嘅時候呢，佢就遇見一個猶太人叫亞居拉，佢生喺本都，因為革老丟命猶太人都要離開羅馬，佢就新近帶住佢妻子百基拉從意大利而嚟，保羅就投奔咗佢哋。佢哋本來係製造帳篷為業，保羅因為與佢哋一齊同行嘅，於是就同佢哋一齊同住嚟到工作。嗰個城嘅猶太人係抗拒詆毀保羅，而且攻擊保羅，拉佢去到公堂。喺呢一種嘅場合局面，要接待保羅，並且能夠讓佢同自己一齊同住，絕對唔容易嘅事。後嚟保羅就離開咗哥林多，亞居拉夫婦呢都跟住佢哋一齊同行，經過以弗所，然之後就將呢一對夫婦留喺嗰度。後來保羅就翻到以弗所，並且喺嗰度一度停留咗3年咁耐。相信呢一段亦都係保羅同亞居拉夫婦同住。後嚟喺以弗所城，因為保羅嘅緣故引起咗暴動，滿城都轟動起嚟，眾人就捉住保羅同行嘅人。保羅嘅性命得保，亞居拉夫婦嘅關係應該好重要。後嚟亞居拉夫婦呢，就翻到佢哋來自嘅羅馬啦，佢哋嘅家呢，仍然係打開着為咗教會嘅聚會。保羅喺佢所寫嘅羅馬書裏面最後問安嘅話呢，就提到呢一對值得尊敬嘅夫婦。亞居拉係百基拉嘅丈夫，
佢哋一齊出嚟侍奉。不過後嚟佢嘅妻子百基拉咧嘅侍奉越嚟越有明顯嘅果效，聖經咧就對佢哋嘅排名就開始有轉變啦。本來提到嘅時候係丈夫亞居拉在先噶嘛，後嚟嘅排名反而係妻子百基拉在先。百基拉唔單止要講道啊，仲企喺屬靈嘅領導位置，帶領當時以弗所嘅教會。教會初期咧尚未興建專為聖徒敬拜同埋聚會嘅地方，只係喺信徒嘅家裏面去聚會。而百基拉同埋亞居拉夫婦屋企裏面咧都有一間嘅教會。我哋喺後面第14、15節咧都睇到描述到有一啲嘅教會啊。所以喺呢一度咧一共就提及到羅馬有3間嘅家庭教會。親愛主，願你興起姊妹成為一支屬靈嘅大軍，為你打美好嘅勝仗。求主俾佢哋智慧嘅心、柔軟嘅靈，願意勇敢嚟到跟隨你嘅引導，奉耶穌基督嘅名。